来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 Trump 19讲，伊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电话讲2点钟，是感觉真欢喜。TikTok 的协议嘛已经超好势啊，讲这 TikTok 美国的业务对交予美国公司来处理。另外，有专家是分析讲，这美中双方的声明拢无讲到台湾，Trump 是咧避免讲明年去中国访问进程去刺激到中国。TikTok 伫美国大约有1亿7千万名的用户，也是美国民众上常来使用的社群媒体之一。19，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2点钟的电话会谈，这是两人今年以来第3摆通话。内容讲到双方批准 TikTok 的协议。TikTok 的业务会由总部位伫美国的大型企业科技软体公司甲顾问负责管理用户资料。亚纳乌公司总部位伫中国的字节跳动持股会降到这个20%以下。With this deal today, are you confident that the CCP won't be exerting control Yeah, over TikTok? we're gonna have a very tight control. Look, it's an amazing thing that's been created. There's tremendous value with TikTok, and I'm a little prejudiced because I frankly did so well on it. 政经学者讲，若双方交易顺利，应看做是美国甲中国贸易谈判真少看的突破。也伫20天尾间，字节跳动也发表公告，讲会要求 TikTok 美国公司按照中国法律来推进相关的工作。另外，两位领袖谈话，敢若显示中美的紧张局势有缓和情形。不过，外界议员烦恼台湾甲南海争议对区域安全造成影响。即摆双方通话了后声明拢无讲到台湾。专家讲，这对台湾来讲，毋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显示双方有更加重要的议题爱讲。Over the 6 months, Trump will still keep the same strategy, keep Taiwan aside, take a more wait-and-see approach, to some key decisions to prevent unnecessary move to provoke Beijing. 因最近伫美国一直炒的新闻自由议题，川普讲就算媒体反对，97%的电视台拢伫反对，对伊的报道拢是负面的。不过也是轻松赢到去年大选。川普也讲，这摕执照公开批评伊的新闻报道拢是非法的。那新闻台搁再继续改抹黑，那安尼因的执照可能会被撤销。讲是新闻，深入批编译。